有個好強嘅項目就係4x4。係啦，咁4x4跌棒機會微啲嘅應該，咁啊仲要睇埋個5000米啊，下晝仲有男子嘅5000米。其實越嚟越少項目，咁唔係佢個100應該贏硬啦啩，阿峰。咁啊攞翻9分咯，咁但都叮當馬頭，咁即係要關鍵係睇接力，即係多4-4。嗱，即係我咁樣心計啦，即係跳高攞咗賺咗9分，100男拔萃嘅阿峰攞翻9分，打和都係大緊7分，睇下呢個跨欄攞幾多分。如果攞到3分，咁我拉到4分，接力就冇分，咁啊睇4-4，同埋你講嗰個啦，5000啊。係啊，5000都關鍵，要睇下有幾多位運動員啊。即係可能唔係係咯，即係可能包含1、2咁啊，又有唔同講法咯。咁所以呢個精英賽咧，其實都係即係唔係話淨係鬥傳統幾間名校，可能就包埋其他學校啦，即係其他嘅嚟自唔同嘅區嘅學校，可能叫做搞一搞局，令到啲分數會有所改變嘅。我就覺得有時拉開咗個距離就冇咁好玩嘅，依家個分數咁緊咧，就作為觀眾就好睇啦。我哋做旁述或者做觀眾咧，都睇到最後嗰行4×1先計到總分。好，男子100欄啦。呢度就好明顯啦，有唔同嘅學校入到決賽啊，即係唔係一定傳統學校。咁要留意下第6線嘅余振強為學校攞到幾多分啊？係喎，每一個名次都唔同噶嘛。好啦，男子嘅110米跨欄決賽，真係來自唔同嘅學校啦。咁注意力就當然係除咗第一咧，咁我哋睇下余振強嗰個第6線嘅選手喺個分數上面可唔可以再賺多啲咧？因為我哋上晝嘅項目咧，男拔同係余振強咬得好緊㗎，有7分嘅距離，暫時係男拔領先。但係正話跳高之後咧，個分數反超咗㗎啦。咁下晝項目唔多喎，得個4×4、4×1、5000米同埋鐵餅同埋3級跳，但係3級跳都係其他嘅學校攞到好成績。準備好順利啊！冇人偷步，哇，都好好喎，好近啊！哇！真係余振源。咁睇睇啦，第1線道咧有德望嘅吳永橋啦，第2線道係協恩嘅蘇善巧，第3線係體藝嘅陳嘉南，第4同埋第5線道都係女拔嘅莫瑞彤同埋烏海瑤，第6線道咧就係德望嘅何心橋，第6線道咧就係何永熙，第7線道何永熙，第8線道咧就係成善瑩啊。咁因為有2個女拔，有2個德望，咁啊其實影響個總分嘅，但係女仔就好似拉開咗啊！女拔係啦，依家介紹緊嘅時候咧，就第4同埋第5都係快嘅。咁今朝咧，威爾咧就走得非常之好啊！我哋仲話佢都係好放鬆啊！咁啊睇下留喺第5線嘅2027。呢一場係2個女拔，2個德望，1個協恩，咁就要2個體藝。
咁咧其實係講緊團體賽裏面咧，德望同協恩先係鬥得叮當碼頭，因為經過剛才報過咧，就係上晝嘅賽事咧，德望同協恩呢都係並列緊同分啊70.5分啊。嗱，順豐啊，其實跑100同埋跨欄呢，順豐都係好着數嘅。咁啊，超風速就唔計紀錄嘅。咁個紀錄呢就係13秒89，白海文嘅，都係女拔嘅同學啦，依家讀咗大學啦已經。起步就第5線佔先啦。哦，節奏好明顯啦，睇下出嚟嘅成績好唔好先。暫時出嚟14秒16。